故此你上來問我點解呢個地水火風能夠圓融呢？就係因為佢隨緣不變，七大一一當體就係如來藏性，如來藏性周變化界圓滿特虛，所以七大呢亦能夠周變化界圓滿特虛。咁呢種道理呢係明了難知難解，非是你流羅等所能明白嘅。咁今日講到呢度呢，就時間夠鐘啦，明天再講。天上月亮無可指，由於空家絕為空者，雲河鐵橋相鄰裂起，天上元真為妙覺明，妙覺明真先非水火，雲河實聞不相容者。今妙覺明亦實如是，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法明，不各各現。若區法明，則有區現，雲河區現。故來如一水中如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人去，一東一西，先無準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雲河各行，各日對相，雲河二一，顯展虛妄，無可尋證。呢一段文呢，就係正合上義，為正一合上來嘅譬喻啊。上來話，譬如虛空體非尋相，而不具諸相法揮。嗰個虛空之體呢，就係空空蕩蕩嘅，非是有物，也非是有形象嘅。但係佢不取是諸相法揮㗎。譬如日照就則暗，日照就則明，雲頓就則暗，風搖就則動，勢平就則清。你有明有暗，由個虛空中發揮，虛空中係唔會拒絕你嘅。就譬如如來藏性，體非七大，而不具七大法揮。咁現在呢，就用法合上來嘅譬喻，個觀相圓滿就無可指尋，令你富流羅。假若能夠以個無分別心，以個清淨心去觀察一下七大之相呢，就本自然虛妄，因為七大都係由一心而幻現嘅，都有實體，所以話觀相圓滿就無可指尋，冇辦法係指示尋覓呢個七大，因為七大完全係幻有，而非是係真有。如同個虛空之花一樣，本無所有嘅，空然無花，試問點樣能夠指尋出嚟呢？話觀相圓滿，無可指尋。由於空花結為空果啦，咁而家你結呢個七大係彼此障礙嘅呢？就譬如嗰個人啊，佢邀請個虛空之花呢，就結為空果一樣。虛空本來冇花嘅，你而家叫佢結為個花果，實在係冇咁嘅道理。永遠啊，佢都唔會結為空果㗎喎。為乜嘢緣故佢永遠唔會結為空果呢？因為空然無花嘛。咁就係譬如啊，個七大佢本來係虛妄，
本無實有嘅。既然係本無真實啦，邊度有佢互相障礙嘅道理呢？故話由於空花結為空果，就雲何之奇相靈滅異？呢句係有多少價成嘅意思嘅？點解你自流羅啊？你説問呢個七大之形象係互相靈滅呢？你上來話有水就無火，有火就無水，有空就無地，有地就無空。咁七大呢就障礙不容啦。咁殊不知呢個七大唔係實有嘅噃，完全係妄無真實。既然係妄無真實啦，點解你話佢係互相靈異？咁將呢番道理去問我佛呢？咁由此去證明呢，富樓羅同一切眾生都係犯見七大嘅幻象，生生滅滅，彼此互相靈結嘅。咁在佛嚟觀之呢，係犯見七大為而一真。一真之外係更無所有，所以佛話呢個七大實在係虛妄而不可得嘅。個觀照原真就為妙覺明，妙覺明真先非死果。假如你觀七大嘅體證呢，就源自係個一真法界嘅妙真性。呢個一真法界嘅本妙覺身就係個如來藏性嚟嘅啦。故此話觀性就原真，唯妙覺明，唯獨係呢個妙明真覺之心。妙覺明就係指真性湛然直性，而能夠辨識一切之法。咁就説明七大為妙覺明身，一身之外就更無二身，一性之外就更無二性啊！咁既然係一身之外更無二身，邊度還有障礙嘅事呢？係妙覺明身就先非死果。七大之性雖然係為真，為妙覺明身啊，但係妙覺明身呢就先非死果喎。佢唔係先呢屬於嗰個水火七大之事嘅。你知道妙覺明身嘅如來藏性呢，係究竟暫然離一切障妙不可得嘅噃。佢唔係個七大嚟嘅。咁唔係個七大，點解佢又能夠現起個七大呢？咁就係因為個妙覺明身啊，佢有一種隨緣之用啊。由呢個隨緣之用，所以能夠產生嘅七大。就譬如嗰個虛空，佢本來唔係明，又唔係暗，又唔係動，又唔係濕，但係你有明相，在個虛空嘅時候咧，虛空隨得你，虛空能夠發現嘅明相。有暗相嘅時候，虛空又能夠發現嗰個暗相。咁虛空體雖沉相，而不具思像法身，就係正一合現在嘅妙覺明身先非死果。妙覺明身本來唔係地水火風嘅七大，但係不具七大法身。復云何復問不相容者呢？咁七大自然正身圓融，皆性皆真，也係個如來藏妙覺明身。咁妙覺明身係圓融無礙㗎。咁當知道七大亦係圓融無礙啦。就云何復問不相容者？點解啊？你重複再問我世尊，話呢個七大
只得係不能互相圓融嘅啦。七大就係圓融嘅啦，因為佢係妙覺明心所嚟出嘅。妙覺明心係圓融無礙啊，所以從妙覺明心所立嘅七大咧，亦係圓融無礙。咁將來嘅斷文咧，就正一顯示啊，譬如虛空體非尋相而不做思想發揮嘅道理。個真妙覺明要覺而見，呢兩句係總結。係真經妙覺明心咧，亦係一樣啊！所謂真經妙覺明心，亦係一樣，一樣法啦。亦係如同將來虛空體非尋相而不做思想法揮一樣。真經妙覺明心體非七大而不做嘅七大法揮嘅。就以空命就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法命就則各各現。咁向下咧就説明嘅七大啊，係從嗰個用中而現起啦。就以空命就則有空現。假若你柯南啊，係因於嗰個空大而發明嘅啦，就則有空現，就有個空大現前啦。咁啊，以個空發明，究竟發明啲乜嘢咧？就發明呢個如來藏啊，因呢個空大中而發揮顯現嘅如來藏性，藏性係有隨緣嘅妙用，所以就有空大現前。譬如向下虛空藏菩薩，佢因為觀十方虛空而得到成就圓通果。所以能教發言嘅空大啦，為以空明就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呢，就則各各現啦。假若你於呢個地水火風四大中能夠各各發揮顯明，即係因呢個地水火風四大啊而發揮顯明嘅如來藏咧，咁就則各各現。則有地水火風各各現前，因為如來藏係具有隨緣用啊。既然具有隨緣用，所以從個如來藏中嘅用智啊而發現嗰個地水火風，故話各各發明則各各現。地若趨發明則有趨現啦。假若另一個人啊趨時而發揮顯明，趨時發揮顯明啲嘢咧，就係另一個人在地水火風空金色嘅七大中，一個時期發揮顯明嘅如來藏，即係呢七大中咧，佢發明嘅如來藏性。咁既然發明嘅如來藏性，如來藏性對一切法啦，所以則有出現，就有呢個七大同時現出。咁將來呢，完全係説明，因為藏性含一切法，所以藏性係具足七大。而藏性又能夠有呢種隨緣嘅作用，故此在個藏性中能夠現起嘅地水火風等嘅七大。雲何趨現呢？向下嘅經文。點解叫做趨現啊？乜嘢叫做一個人同時發明則有七大趨現嘅道理呢？個富樓來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即係譬如啊，在一個河邊之水裏邊現出有太陽嘅日影，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啦。當時就有兩個人同時走開去個河邊去觀見水中嘅日影。咁但係後來呢，佢就各分東西啦。阿甲就向東行，阿乙就向西行，個東西就各行。不各有日隨而人去噃。雖然係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但係呢，
佢兩個人都有一個入院啊，隨着佢哋行去。譬如你向東行嘅，佢就有一個入院跟住你向東行；你向西行嘅，佢又有一個入院跟住你向西行。或者各有一個入院呢，隨着佢兩人而去，就一東一西之無準的。咁你一個就去東，一個就去西，之無準的。意思呢，實在啊，佢係冇準備㗎喎。點解話佢冇準備呢？嗰個入唔係話一定準備你有兩個人嚟睇佢就預備兩個入院啊。同時你呢兩個人呢，亦唔係話約定去睇嗰個入嘅，所以先無準的。但係當你兩個分手嘅時期啊，一個向東行就有一個入院跟住你向東行，你向西行就有一個入院跟住你向西行。咁你一東一西呢，就唔係有一定嘅，佢唔安住嘅喎。咁你話佢呢個日係一呢，抑或係二呢？咁故此話不應難言，此日是一，就云何各行？你唔應該咁樣發難嚟去問人，話此日是一，就云何各行？呢個日如果話係一個啦，云何各有日隨而人去呢？一個向東，而一個就向西呢？各日對相，咁咪既然各有一個日隨而人去，就變咗兩個日啦喎。云何二一呢？點解佢最初嘅水中亦移咗一個入院呢？而家望上天上，只不過係一個太陽現前啦。就遠展希望無可憑據，遠展呢就反反覆覆嚟推求咧，都係屬於虛妄，虛而不真，妄而不實。無可憑據實在呢係冇乜嘢依憑，冇乜嘢寄靠嘅。你說佢一人性，你說佢二人性，始終嘅水就譬如如來藏啊，一個日同埋兩個日就譬如七大，二人就譬如眾生，兩個人喺個河邊去觀日就但見而一。就譬如呢，眾生若果能夠辨明七大為是心啊，就但見七大之性係唯一真永。但係假若眾生迷咗自己嘅本性，咁你依呢個如來藏性中幻現起嘅七大啊，就有地水火風空金色嘅七種啦。就譬如嗰兩個人呢，一東一西各有二日呢，跟住佢哋前去，咁就證明七大，你不能說佢是一，你又不能說佢是七個。點解？因為佢隨緣不變呢，你不能說佢是係七。如果話不變隨緣呢，你又不能說佢是係一。故此你說一說七都係唔啱嘅，違反咗呢個藏性嘅體用。咁就總而言之啊，顯示如果話依呢個隨緣用中就建立七大，咁眾生呢就但見有地水火風空而金色七大呢係彼此各別啊。如果話從佢呢個不動之本體上呢，咁七大為是一性，一性呢係圓融無礙，故此呢地就不外個水，水就不外呢個火，火就不外呢個水。因此七大能夠圓融，能夠互相周遍。
故流羅以色空相稱相別，如來藏其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情，日明雲暗，眾生迷昧就背覺合行。故法塵勞有世間障，我以名不滅不生合如來藏為妙覺名言妙化解。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為一，小中現大中現小，不動道場見十方界。身行十方無盡虛空，一無邊現寶王塔，坐微塵裏顯大法輪。列塵合覺，變法真言妙覺明正。呢段文就叫做名不變隨緣用。為藏性雖然睇不見，但係有隨緣之用。因為有隨緣之用，所以能夠一為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就大中現小。咁呢啲言詞係屬於如來藏嘅妙用嚟嘅，所以話呢段文係叫做不變隨緣用。故流羅以色空相稱相別，佛話你故流羅單獨只有以為呢個色空相稱相別，呢個色同埋空就互相連結，有色就無空，有空就無色，有水就無火，有火就無水，彼此互相牽結嘅。咁你故流羅呢，只係見到七大之相，係相稱相別，你不容我不容你，有生有滅，榮壞不一。就於如來藏，你既然但見七大係相稱相別，所以對於呢個如來藏性呢就迷背咗。你唔知道七大其體為是係如來藏性呢啲道理呢，你唔知道嘅。你但見七大之相而不見七大之性，所以叫做於如來藏。而如來藏呢，就其為色空，在呢個如來藏性之中，係具有一種隨緣之妙用。咁依據呢種妙用嘅，因此能夠成為個色空嘅七大，就說明七大之所以建立呢，完全係根據藏性嘅隨緣用中而建立嘅。所以話如來藏就其為色空，就周遍法界七大呢，一能夠周延普現呢個法界中。為乜嘢緣故七大能夠周延普遍於法界中呢？因為七大係如來藏性所流出，所以識七大嘅當體就係個藏性嘅本體。藏性周遍，所以七大亦周遍；藏性而用，所以七大亦而用。故話周遍法解。就自故於中，因為七大都係藏性本具，藏性周遍故，所以七大亦周遍。咁以是呢種道理之故，在於七大周遍之中就風動空情，日明雲暗。在於個七大周遍就無障無礙啦。所以在呢個無障無礙周遍之中呢，風動就空情。如果個風搖擺就有動靜，嗰個虛空就有情節，日照就有明相，嗰個雲遮就有暗象。咁風動空情，日明雲暗，就係指個七大之象在嗰個周遍冇障礙之中，能夠現起。
眾生迷昧就背覺合產。咁本來七大在呢個周遍圓融之中呢，的確係冇障冇礙嘅噃。你睇下佢風藏，風就有藏，空有情，入就有明，雲就有眼，咁啊隨得嚟，佢就冇障礙你嘅。但係眾生就迷於藏性，就悶於無明，因為迷於藏性，悶於無明，就但見七大生滅之相，而不見呢個七大清寂之性啊！呢個清淨妙覺明心中呢，就但見有無量諸劫嘅雜染，所以在呢個妙覺明心上啊，就非故就而成故。咁正如但見七大之相啦，咁佢呢七大中呢，但見佢係互相清潔嘅咯，所以個塵就不合而自合。故此話眾生迷昧就背覺合塵，背就背於個藏性嘅本體，塵呢就但見七大生生滅滅，所以叫做背覺合塵。即係話迷背咗呢個藏性嘅本體，而但見七大生滅之相。話眾生迷昧就背覺合塵，故發塵勞就有世間嘅。既然背覺合塵啦，所以就發出呢個三煩惱嘅塵勞。既有三煩惱嘅塵勞啦，所以就有三土世間相續之相。咁呢段呢，就係明藏性隨着嘅染現，所以就發生嘅染用，發生嘅雜染之相。就我以妙明分別不生，合如來藏，如來藏為妙覺明現照化界。向下呢，就係說明藏性係隨着個淨用喎，所以能夠發現一為無量無量唯一嘅妙用。我以妙明分別不生，合如來藏，我呢就係佛嘅自稱。妙明就係指個無分別智，因為無分別智係呢一切法中但見其性而不見其相嘅，佢照了一切之相為是一性，咁因此就稱呢種智呢就叫做妙明。呢種嘅妙明真智啊，係不滅不生嘅。如來了達七大係為心之七大，了達嘅相妄性真，而空花水月而正像真影，所以呢七大之中就不取不捨，不分不別，但了之七大性呢為是係一境，咁就以呢種能了嘅妙明分別不生之無分別智啊，就合如來藏啊。因為佢但見七大之性，咁七大性就係如來藏性啦。如來藏就係分別不生嘅。今日佢以呢個妙明分別不生之智去攝自然嘅七大之體性，所以能夠與對如來藏互相契合。咁到呢個時期不合就如合啦。就如來藏就為妙覺明現照化界。佢話而呢個如來藏啊，隨着嗰個純淨之心，隨着個悟淨之心，係唯一妙覺明淨。點解話如來藏隨呢個悟淨之心就唯一妙覺明淨呢？你要知道如來藏同呢個妙覺明心根本上係冇兩樣啊！咁今日你既然不滅不生合如來藏啦，所以呢個如來藏呢
去隨着佢嗰個唔淨之緣啊，而將呢個唯獨妙覺明心之用係顯露出嚟，就將全體心光發露，故此為圓照法界。所謂圓照嘅，令佢不但係照呢個理化界，同時又照呢個事化界，事理二種化界都悉皆普遍照了，故此稱為叫做圓照法界。咁呢個圓照法界能照呢，就係般若所照啲法界，就係法身。向下因為無量無量為一呢，就係解脫。咁現在既然以呢個妙明分別不生合如來藏全體個般若本體既然顯露啦，當然具足無邊嘅妙用啦。個事故之中，以是在呢圓照法界之中。咁圓照法界之中，究竟有乜嘢顯現呢？就係顯發個法身般若，因為圓照就係般若，所照嘅法界就係法身。既有法身般若，自然有解脫嘅妙用啦喎。所以事故之中，就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一本來就係少，無量本來就係多。點解今日佢話一能夠為無量，無量能夠為一呢？你要知道，因為到呢個時期啊，如來已經以一切法為自心性，唔得一切諸法皆是為心實相，離心就別無他法可得。所以在呢個時期呢，就現得一，就係呢個法界。無量又係法界，因為一是法界，所以一不佔其少；無量是法界，無量不佔其多。咁由於一之與無量同時係法界啊，所以一能夠為無量。因為佢現得無量與一同時係法界，所以無量能為一。咁又譬如虛空藏菩薩話，由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明妙寶光，流遍十方淨虛空界。咁呢啲呢，就係叫做一為無量義。彌勒菩薩話即正流出無量義來，呢啲就係呢個一為無量。又話如來真根本無異，應物其緣滿世間，呢啲亦係叫做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咁呢個一之與無量，在我哋眾生嚟睇，本來就係有好大嘅分別啦。但係在如來以呢個清淨慧眼觀之呢，二者實在係無分無別，所以能夠定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就係明呢個一一之別法界，當體即空，平等直了。咁唯是一心，本無之別可得，故叫做無量為一。就譬如經中裏邊話，種種智念不為煩惱，皆合滅其清淨妙德，呢啲就係叫做無量為一。又如虛空藏菩薩話，師同王剎落入鏡內，攝入我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咁呢啲亦係叫做無量為一。亦如彌勒菩薩話，我以大觀十方為色，悉心圓明入圓成佛。咁呢啲亦係叫做無量為一。華嚴經話，就隨緣時感未得周，而上至此菩提作，
隨緣時感應得周就係無量啦。二相智子菩提座就係一，呢啲就係無量唯一嘅義理。咁就顯示呢個藏性呢，佢係無量無礙，因此一之以無量能夠互用，互事不相妨礙。咁講到呢度呢，講一段小小嘅公案俾你聽下。舊時有一個秀才，佢係走去聽經嘅喎。剛剛嗰個法師就講《華嚴經》，就講到呢個自理無礙化解。咁自理無礙化解呢，就顯示自相同埋呢個理性係互相銜接。所謂一切一切呢，為自己心所行，心呢就做萬法咁樣。咁呢啲就《華嚴經》上講。佢話一無就親地海，戒指就立須彌。一無親地海，一條毫毛啊，佢能夠可以親行地海。一毛有幾多？佢能夠親地海。戒指就立須彌，戒指係一粒菜米，佢能夠將整個須彌山咁大咧包含咗佢入去。嗰個秀才喺度聽經咧，一面聽完就睜大對眼擰下個頭，因為你知喺度講鬼話嚟嘅。呢度戒指立須彌，一無親地海咧咁。等到個法師落咗座咧，佢急不及待，一手執住佢腳，大師大師，我請問一下你咩啊？你頭先講一無親地海，戒指立須彌。邊度有咁樣嘅事㗎？係嘛？平常話一蛇吞大象咧，都令人難以置信，何況一粒戒指容納須彌？究竟你講呢説話係你講㗎，抑或係經中有講㗎？嗰個法師就係你等陣間先講下先啦，等我求埋件衣先啦，衣都未曾求嘅，俾你拉住。好啊，求咗件衣咧，咁幾多人斟杯茶俾佢坐啦，好啦。唔係就客廳嚟嘅，招呼佢啦。佢話：你頭先問我嗰個問題啊，係嘛？我而家答實你。佢話：我聽聞秀才咧，你無師不讀啊！我講啫，我讀得幾多書啊？你最多限度啊，你都讀翻咁多書，唔係至做得秀才啊？係嘛？唔通係叫啲道店冇隻墨水叫你做秀才咩？咁當然啦，讀過咁多書啦，咁都讀過諸子百家啊，咁乃至其他四書五經都讀過啊，讀咁多啊！四書五經將佢接埋嚟，你話幾高啦係嘛？幾個大書櫃啊，連係裝得到佢滿嘅啫。佢話：請問秀才，你嗰個腦啊有幾大？你個頭都冇幾大嘅啫喎，點解你咁呆呆個頭腦啊容納得咁多四書五經得去咧？究竟係從邊度得去㗎？嗰個時候咧，個秀才原來唔明白，原來咧戒指立須彌唔係話咁樣立嘅，都冇嘢嘅。你個人去讀書就吸收咗佢啊嘛，一吸收咗佢啦，佢就融化啦嘛。就譬如嗰粒戒指同埋須彌山亦係如是啫，佢嘅性係一嘅時候咧，你不愛我就我不愛你。戒指性就係須彌性，須彌性就係戒指性啊！嗱，譬如我哋紙講咁嚇，平常油同水咧就唔溝得勻嘅喎，但係你一煮咗餸之後咧，咁啊攢啲水，倒啲油落去，咁然後就收嗰啲菜，再灑啲水落去。煮好餸之後咧，你分別俾我睇下，睇下邊啲係油，邊啲係水。佢平常咧水同油咧就分得清清楚楚嘅，你點攪佢都好啦，你攪來攪去啲水咧都係喺層喺底下，啲油咧就浮翻上面嘅喎。但係煮餸咧就唔同啦，你一煮過佢之後咧，佢水同油就分唔開，做乜嘢咧？冇嘢，佢個大家互相吸收咗啫嘛。就係譬如啊。一同無量極係如是，
因為個彼此嘅性質都係一樣，因為彼此性質同時係一啦，故此一之無量，二者係冇分別。小中現大就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呢，在呢個細小之中，能夠現出個廣大之處。如果我哋聽過《維摩經》咧，就知道啦。維摩居士為咗要招待文殊菩薩等一班菩薩以及一班阿羅漢，故此佢就現神通，佢借居離座嘅。因為文殊菩薩呢，就自然有膽，釋迦牟尼世尊就出令文殊菩薩等就前去問病。咁當時文殊菩薩就帶領一班菩薩以及阿羅漢呢，就到維摩居士嗰間常室去問病嘅咯。所謂常室呢，就顯示佢嗰間療房太子好細間嘅啫。咁一入到去個文殊菩薩同維摩居士呢，你頭我唱一問一答，咁佢兩個咧講到眉飛色舞。佢有一次離婚咧，佢就打個網上嚟，我哋入咗嚟咁耐，維摩居士一張凳都冇俾我哋坐，咁唔通要我哋罰佢咩？維摩居士你就知道啦。咁即時咧就問文殊菩薩，佢話仁者，你呢遊行地方多，究竟邊個地方啊？嗰個獅子座係最莊嚴呢？文殊菩薩咧就對佢講，就東方有一個叫做須彌相國，特後叫做須彌燈王如來，佢獅子座呢有84000由崇高嚴廣第一。維摩居士聽到之後呢，即時啊從東方須彌燈王如來做32000個獅子之座，一獅子座咧從東方須彌燈王如來嘅國土嚟到娑婆世界，入到維摩像德裏面，但係彼此唔感覺得有逼格嘅話，咁呢啲就係小中現大啦。大中現小，在於大中而能夠現小，譬如向下啦，藏定層有小大法輪，乃至在剎那間現無量劫，呢啲咧都係叫做大中現小。咁小之與大本來性質就不同嘅啦，但係而家佛了達小之與大都係為真實嘅，因此小就不見其小，大亦不見其大。大小二者維持一正，既然維持一正啦，一正之外更無二正，既然更無二正啦，邊度有大有小？所以小能容大，大能容小，大小無礙。呢啲就係《華嚴經》十言門裏邊啊，大小不同相容緩，不動道場遍十方界，道場就係行道之處，就叫做道場。今日話不動道場呢，就係指一心之理，究竟直自然不動，無有自他彼此，清淨本源，實無來去，所以叫做不動道場。但係遍十方界啦，佢有機不應，無感不通，一事有機一事應，事事有機事事應，在十方世界有機一時討應，呢啲叫做遍十方界。例如觀世音菩薩而32應真入於國土。咁啊講到觀世音菩薩咧，我話講段故事俾你聽下先啦。觀世音菩薩咧就應的在普陀山。咁呢啲觀世音菩薩咧，你會從邊度請嚟嘅？觀世音菩薩咧
最初佢嘅先畫像啊，就喺舞台嗰度。咁當時有一位日本人，大約係在唐代嘅時間啦。咁啊，日本人就入嚟中國求取佛法，翻日本啦。咁因此之後咧，跟住有